呢個圖裏邊白棋仲未活喎，但係殺死白棋嘅急所喺邊度呢？話就話得2-3個落點，你真係要認真揾下，佢喺一個意想唔到嘅地方。怕且會有人行黑一夾，但喺呢個棋形，白會有2位班嘅好手。黑若果行3，白4接上，白活棋，黑失敗。黑3即使切斷白2子，白4打食，白都係活棋。黑深入到白腹中1位點係正手，亦都係手根。喺呢一個死活題裏邊，呢一點唔係咁容易諗到㗎。對黑1可以排除白行2位嘅可能，因為咁樣黑3只要連番，白棋就死啦。因此對黑1白2難係必然嘅，但黑3長輕快咁行出2手好棋，白已經無法收拾。白4頂，黑5打食，破白眼，白咁就死咗啦。